嗱，今集睇嘅新盤奧神呢，係屬於港島南岸項目第5期啦。過去嗰幾年呢，我同大家分析過其餘嗰4期嘅風水。至於今期嘅奧神喺風水格局上又係點嘅呢？我哋立即去睇下啦。嗱，奧神佢係響香業道11號，總共咧有2座，當中嘅第1座又細分為 A 同埋 B 兩翼，提供咧447個單位，預計嘅關鍵日期咧喺2026年嘅年尾。嗱，如果大家有睇過我之前分析晉環啦、陽海、海盈山、Blue Coast 嘅風水節目，我諗咧大家都會記得我講過，喺風水學呼形學象嘅法則嚟睇，佢哋全部都係發展喺一個好似心臟形態嘅地段上面。嗱，包括埋今次嘅奧神。嗱，呢種形態嘅地段配合埋呢啲屋苑，當然仲包括埋商場嘅來路同埋接駁去黃竹坑站嘅通道，就形成咗一個咧血液運行嘅網絡格局。尤其係基咗個商場通去咧各個屋苑嘅通道，做到一個咧好似輸送血液到心臟嘅血管咁樣。嗱，有水嘅引入，亦即係有人流同車流嘅流入，呢一點咧對風水嚟講係好重要嘅元素。嗱，至於詳細嘅外局巒頭分析嘅話，大家咧可以睇翻我之前講另外嗰幾期屋苑嘅風水分析啦。好啦，又講下1A 同埋1B 座單位嘅朝向啦。嗱，我用咗羅間實地去勘測，加上咗發展商網上提供嘅資料結合嚟研究，得出咗咧以下嘅分析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首先咧，我攞咗呢2座，嗱，當中包括咗1A 同1B 座嘅單位分佈圖嚟講解。嗱，至於佢哋係屬於咩樓層，大家咧可以參考下分佈圖上面嘅資料。嗱，呢2座咧各自嘅單位喺朝向上，其實咧總共可以分為4個。我先講下1A 座 P1 至到 P3， 同埋1B 座 P1 至到 P3 嘅單位，佢哋咧都採取咗相同嘅線道作為立向，以坐西向東立喺一個旺財嘅線道上面。向呢邊嚟講，近景咧主要係望住警察訓練學院一帶，而遠景咧可以立到去海洋公園，甚至咧深水灣一帶嘅海景水局，景觀上算係好開揚，同朝向嘅線道亦都算係配合。加上呢一帶嘅山巒咧相對翠綠，可以算係山水同時兼得嘅格局。嗱，呢一點咧對於立得一個好線道嘅單位嚟講，亦都相對有利，所以咧分數亦都攞得高啲。嗱，至於1A 座 C 同埋 D 嘅單位，朝向上咧就啱啱相反啦，採取咗咧坐東向西，立喺一個咧普通嘅線道上面。嗱，呢邊嘅單位中至到低層係以望住內園同埋樓景為主，而中高層咧就以集中望樓景為主啦。而樓景咧正正咧就係向住對面嘅第6期發展項目。由於外局嘅景物咧同自己嘅線道唔算係好配合，所以咧亦都唔算攞得好高分。但係有一個攞分嘅位置咧，就係在於佢哋2個單位內局大門所落嘅方位咧係屬於較為當旺嘅宮位啊，相對咧有利於偏財同埋人緣桃花運勢，所以都算係一個優點嚟。嗱，至於1A 座 A 同 B 嘅單位，仲有1B 座 A 至到 D 嘅單位，佢哋咧係採取咗坐東南向西北為主，屬於一個咧旺財嘅線道。嗱，比起啱啱講嘅1A 座 C 同 D 嘅單位，朝向上咧更加優勝。但係由於向呢邊景觀其實主要都係以望內園同埋樓景為主，景觀上俾對面嘅屋苑遮擋咗部分，尤其係對面嘅 Blue Coast。所以雖然立得一個旺財嘅線道，但係外局嘅巒頭未算係完全配合啊，所以風水上發揮出嚟嘅催財效應咧，相對冇咁強。要透過咧將來入伙之後，喺室內做翻一啲佈局去助旺翻會好啲啦。嗱，至於最後1B 座嘅 E 單位啦，佢咧係採取咗坐北向南一個旺財嘅線道作為朝向，線道咧本應唔錯噶，但係呢邊始終都係以望住對面晉環嘅樓景為主。外局嘅明堂咧唔算係闊大，聚氣上亦都唔算強，所以喺風水上發揮出嚟嘅效果只係一般嘅啫。向呢邊嘅單位反而咧，我認為屬於中低層嘅會比較好啲，因為咧可以立到對面屋苑嘅泳池，做咗自己嘅聚水明堂，咁樣咧相對咧會更加有利於旺財嘅線道發揮。嗱，綜合咗奧神整體嘅地理位置、外局巒頭同埋各自單位嘅朝向線道嚟分析嘅話，我會俾一個中等偏中上嘅分數佢。嗱，如果大家想睇到我哋更多嘅風水命理、面相掌相同埋易經嘅節目，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，仲可以咧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埋 WeChat 噶。